血濃於水係假嘅。蘇文峰發火，老咗先知兄弟姊妹根本冇感情，守住呢3樣嘢，下半世就贏。在華人社會入面，由細到大，我們都聽住一句老話：血濃於水，認為一母所生嘅兄弟姊妹係這世上除咗父母之外最可靠嘅親人。細個嘅時候，大家同一個屋檐下長大，一齊食飯，一齊捱鬧，一齊分零食。遇到外人欺負，手足一定會企出嚟撐自己。那時嘅我唔堅信，就算長大之後各自成家，大家心底都會留一個位置給彼此，晚年之時可以互相照顧，彼此扶持。就算日子再難，手足永遠係自己最後嘅依靠。但蘇文峰一番感慨，卻戳穿咗現實最殘酷嘅真相。佢曾經在節目裏動氣坦言，等到人年輕嘅時候執着血緣情分，等到父母離世，自己年紀漸長，身體開始走下坡，先至睇得通透。大部分嘅兄弟姊妹到最後只不過係熟悉嘅陌生人。所謂血濃於水，很多時候只係年輕時嘅美麗幻想。千祈唔好將晚年嘅幸福寄託在手足身上。人到老來，放下對兄弟姊妹過高嘅期待，用心守住健康嘅身體，屬於自己嘅資產獨立嘅內心底線，這3件寶貝下半世先算真正贏咗人生。些番話聽起上嚟十分現實，甚至有啲冷酷，但睇盡無數家庭聚散，看透人情冷暖之後，就會明白，這並非蘇文峰過度消極，而是無數普通人用歲月換回嚟嘅人生真諗。現實裏面好多人都經歷過咁嘅落差。父母在世嘅時候，逢年過節，兄弟姊妹都會按時返老家相聚，大家有說有笑，表面一派和睦，遇到家事都會坐低商量。呢個時候好多人會誤以為手足情深永遠不會變，可一旦父母離開人世，係兄弟姊妹之間嘅唯一紐帶就會斷掉之後，房產分配、父母遺產、照顧長輩留下嘅流歲時、家庭人情往來，一件件利益問題擺上台面，往日溫情迅速拉然無存，爭執猜忌互相推脫接踵而至。不少本來感情深厚嘅手足會因為分產問題鬧上法庭，親姊妹當眾撕破臉，兄弟之間從此老死不相往來。平時大家日子過得順遂嘅時候，眾人和顏悅色，一旦自己落難生病，遇到困難需要兄弟姊妹伸出援手，先至發現大家各有顧慮，人人優先顧住自己嘅小家庭，沒有人願意真心為你付出。你年輕嘅時候盡心盡力幫襯手足，佢買樓缺錢你借錢俾佢，佢家庭出事你犧牲自己嘅時間幫忙打點。你以為你的付出可以換來晚年嘅依靠，最後卻發現在你身體衰弱嘅時候，佢哋只會權衡利弊，能推就推，能避就避。蘇文峰講過，成年人嘅手足情誼從來唔係靠血緣自動維繫，而是建立在價值對等嘅前提之上。你有能力可以幫到大家嘅時候，兄弟姊妹會主動親近你。當你年紀大失去利用價值，身體病痛又唔可以帶來好處，好多手足就會慢慢疏遠你。這句說話聽起上嚟非常無情，但放眼身邊嘅例子就會深有體會。多多子女家庭，父母在世時8層以上嘅手足往來緊密，可父母走後淨係得不足3成嘅人可以保持長期親密相處，其餘大多數都會慢慢減少聯繫，最後為逢年過節先至客套寒暄一番嘅親戚，更甚者徹底斷絕來往。好多老人家年輕嘅時候想唔通，明明從小一係長大，點解老咗之後感情會變得咁淡薄？其實道理十分簡單，每一個兄弟姊妹長大之後都會組建自己嘅小家，有伴侶仔女以及自己嘅生活壓力，大家嘅三觀經濟條件、生活圈子越走越遠，考慮問題優先顧及自己嘅小家庭，本就係人性使然。媳婦同姑嫂之間本就有隔閡，女婿同內兄弟亦都難以真心相處。就算你連着從小嘅情分，你的另一半、你的仔女亦未必願意讓自家利益受損。久而久之，兄弟姐妹之間難免生出嫌隙，仲有一部分人從細到大習慣索取，佢哋從來唔會感恩你的付出。父母在世嘅時候，佢會爭取父母嘅偏愛，佢拿盡屋企嘅資源，遇到要出錢出力嘅事情就百般推辭。等到晚年大家都需要養老，佢依舊只想佔到好處，一旦要佢分擔責任就百般推搪。如果你一味顧及從小嘅情處，事事退讓妥協，只會令自己晚年飽受委屈，到最後自己傷心失望，對方仲覺得你嘅付出理所應當。好多人到老咗之後先醒悟，年輕嘅自己太過天真，過度迷信，血濃於水，將晚年嘅希望壓在兄弟姊妹身上，最後只換得心灰意冷。但這並唔係叫大家同手足反目成仇，唔代表要刻意斷絕往來。蘇文峰一直提倡嘅相處模式係保持距離，情分可以有，但唔好過度依賴。閒下時候可以閒聊聚會，大家互相禮讓，對方有喜事送上祝福，力所能及嘅小事可以出手幫忙，但千祈唔好幻想落難之時手足一定會救你。接受兄弟姊妹本質上係各自獨立嘅個體，明白幫你係情分，唔幫你係本分，唔對手足抱有過高期待，你就不會因為對方嘅冷淡而陷入痛苦。放下過高嘅幻想之後，轉而經營自己嘅晚年生活，牢牢守住3樣屬於自己嘅底線，下半世先可以活得從容有尊嚴。第一件一定要守穩嘅就係自己嘅身體健康。
身體永遠係晚年最大嘅本錢，唔好將照顧自己嘅希望寄託在仔女同兄弟姊妹身上。很多老人家會有一個錯誤嘅想法，覺得自己老咗生病，兄弟姊妹睇在血緣份上一定會照顧自己，仔女亦都會寸步不離陪伴左右。但現實往往令人失望。現在年輕一代面對馮太工作養育後代嘅巨大壓力，就算仔女有心照顧年老體弱嘅你，繁重嘅生活壓力之下，好多時候都係有心無力。兄弟姊妹更加唔可能放下自己嘅家庭長期照顧你。病床前無孝子，更加唔好指望手足長期為你奔波。一旦你晚年身體垮掉，長期蛀床，首先耗損嘅係你嘅積蓄，接下來仔女會因為照顧你產生分歧，兄弟姊妹亦都會因為輪班照料、醫藥費用互相推脫。本來就淡薄嘅成分會因為長期嘅照料責任鐵底破裂。身體一旦出咗大問題，你失去自理能力，就要睇住其他人面色做人，哪怕係自己嘅仔女同手足，伸手求人嘅日子始終難熬。想要晚年活得自在，千祈唔好仗住自己年紀尚輕就試消耗身體。年輕嘅時候熬夜晚睡，飲食隨便，過度操勞，等到老年各項器官衰退，各種慢性病接連找上自己，到時再後悔已經太遲。養護身體唔需要花大錢購買昂貴嘅保健品同理療儀器，日常簡單嘅習慣就可以守住健康嘅底氣。平時三餐規律進食，每餐保持7分飽，減少重油重鹹嘅食物，少食酣製品同甜食，平時多食新鮮蔬果同粗糧，戒掉酗酒吸煙嘅壞習慣。老友相聚淺酌幾分就得，唔好飲到酩酊大醉。閒暇之餘堅持簡單嘅運動，每日飯後散步半個鐘，晨起拉伸筋骨，唔好過度勞累，唔要硬抗重活。身體不舒服嘅時候，千祈唔好硬撐，及時檢查身體小病，及時醫治，唔好拖延成奸疾。只要你晚年身體硬朗，生活起居可以自己打理，唔需要旁人時刻照顧你，唔會拖累仔女同兄弟姊妹，你在家族之中才有底氣。不用看人臉色，身體健康嘅你，不用依附任何人，自己可以安排日常起居，閒下嚟同老友飲茶散心，外出遊玩，晚年生活自然感自舒心。就算兄弟姊妹感情淡薄，只要你身體健康，就唔會因為生病去乞求別人，自己嘅晚年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任由他人左右。呢份自在係多少情誼都換唔翻嚟嘅財富。第二樣必須死守嘅底牌就係屬於自己嘅存款同房產，千祈唔好輕易將自己嘅積蓄同物業拱手讓出去，手裏有錢有房，晚年先至有足夠嘅尊嚴。華人父母大多心腸柔軟，好多人剛剛退休就將一生積蓄全部拿出嚟幫仔女買樓還貸，仲將自己居住嘅老房子提前過戶給下一代，甚至有不少老人家會將自己嘅退休金交俾仔女保管，覺得自己老咗花唔到多少錢，早晚嘅財產都會留給後輩，早啲交出嚟可以換來仔女嘅感恩。晚年有人好好孝敬自己，可人聖經不起考驗。當你掏空自己所有積蓄，晚年身體唔好嘅時候，買藥看病，日常開銷都要伸手向仔女索取。做事就要小心翼翼，萬一仔女夫妻之間產生矛盾，兒媳或者女婿對你心存芥蒂，你每一次要錢都會遭遇到推託，往日你無私嘅付出最後變成理所，當然到嗰個時候你連後悔嘅機會都冇，更加唔好寄望兄弟姊妹會在你手頭拮據嘅時候伸出援手，當你自己身無分文，就算手足家底豐厚，大多數人都唔願意長期資助你。有錢嘅時候人人同你稱兄道弟，落魄無錢之時，身邊只會剩下冷眼旁觀嘅人。周文峰經常提醒大家，晚年嘅錢千祈唔好隨便拿出來，錢唔係用來揮霍，而係你的救命稻草，係你遇到困難時候嘅退路。建議老人家將存款分開存放，一張卡放退休金用於日常開支，另外一張卡存放長期積蓄。呢筆錢除咗自己本人之外，唔好話俾仔女同兄弟姊妹知道，可以適度幫襯後輩，細額嘅補貼唔會影響自己生活就可以，但涉及幾十萬嘅大額支出一定要三思，千祈唔好掏空自己嘅養老本錢。自己居住嘅老房子千祈唔好過祖傳名，房子唔止係一間居所，更加係你晚年最後嘅避風港。就算之後同仔女相處出現矛盾，你有屬於自己嘅房子就有落腳之處，唔會落得無家可歸嘅下場，手裏有存款。生病嘅時候可以自己支付醫藥費，請護工照料自己，唔使麻煩仔女同手足。閒下嘅時候，你可以用自己嘅錢外出旅行，買心儀嘅物品，不用凡事看仔女同兄弟姊妹嘅心意。就算兄弟姊妹對你冷淡疏遠，你有錢有房就不用討好任何人，不必因為有求於人而委屈自己。很多人到老咗先明白，親情只可以做錦上添花嘅裝飾，錢財先係雪中送炭嘅依靠。就算手足情分淺薄，只要自己經濟獨立，晚年嘅日子依舊可以過得舒適體面。千祈唔好聽信旁人嘅閒話，覺得賺住錢財太過自私，到老你就會清楚，守住自己嘅資產唔係自私，係對自己晚年負責。第三樣要用心守牢嘅，
係獨立清醒嘅內心同適當嘅人際邊界，學會看淡人情得失，唔好過度糾結兄弟姊妹對自己嘅態度，不依附任何人嘅情緒，唔因為旁人嘅冷淡、自我內耗，守住自己嘅精神世界，晚年先會活得舒心通透。大半輩子以來，好多人將太多精力放在家庭老事之中，年輕嘅時候操心仔女成長，顧住老公或者老婆嘅情緒，還要時刻顧及兄弟姊妹嘅感受，凡事習慣遷就別人，總係害怕做得唔夠好，令親人不滿，事事為別人着想，唯獨忽略咗自己嘅感受。當年紀越來越大，仔女已經成家立業，有自己嘅生活，兄弟姊妹各自顧住自己嘅小家。呢個時候，你如果仲執着手足之間嘅感情，因為對方唔主動聯繫，你遇事唔肯幫你就整日鬱鬱寡歡，時常回想年輕時候大家相處嘅美好回憶，不斷埋怨現在人情淡薄，只會令自己每日陷入消極傷心嘅情緒裏面，長期心結鬱結，會引發各種身體毛病。其實兄弟姊妹之間感情慢慢變淡，唔係任何人嘅錯，只係每個人人生選擇唔一樣，大家經歷嘅事情不同，思想觀念出現分歧，慢慢疏遠，只係成年人世界裏面嘅常態，唔需要將所有過錯攬在自己身上，更加唔好執着改變別人對你嘅態度。面對手足之間嘅相處，一定要拿捏好分寸，擺正自己嘅心態，將對兄弟姊妹嘅期待降到最低，唔再幻想大家可以回到年少無憂嘅從前，對方願意真心待你，你就用心珍惜這份情誼。如果對方事事算計，對你冷淡疏遠，你就保持距離，不必熱臉貼冷屁股，減少不必要嘅往來，唔好進入手足之間嘅利益紛爭，兄弟姊妹屋企內部嘅矛盾，唔好隨意插手。千祈唔好參與他們家裏嘅家務事，避免惹禍上身。除開放下對手足嘅執念之外，亦都唔好將自己全部嘅精神寄託放在仔女身上。仔女長大之後有自己嘅人生道路，過度干涉後代嘅生活，只會引發衝突。空閒嘅時間裏面培養屬於自己嘅興趣愛好，平時約老友飲茶下棋，養花種草，閒時看書學習，建立屬於自己嘅社交圈子。遇事學會自己開解自己，遇到煩惱唔好過度依賴別人，安慰自己調整心態，明白人生本來就是孤獨嘅旅程，每個人可以陪你走到最後，就算係血緣至親都唔例外。當你內心足夠強大通透，唔將快樂嘅源頭放在兄弟姊妹仔女嘅身上，唔會因為旁人嘅態度患得患失。就算晚年兄弟姊妹感情淡薄，你依舊可以過得自在從容。好多老人家晚年不快樂，就係因為太在意親人嘅看法，學會放下執念，好好善待自己，唔為旁人內耗，心裏少咗牽掛同委屈，日子自然會過得平靜舒心。講到這裏，好多人會質疑，難道兄弟姊妹之間就真係沒有真感情嗎？其實唔係絕對，世間亦都有不少手足到老依舊互相體諒扶持嘅例子，但咁樣嘅情誼可遇不可求，大多數普通家庭都逃唔過現實嘅考驗。蘇文峰並唔係教大家變得冷漠自私，只係想提醒每一個人，千祈唔可以迷信血緣帶來嘅保障，唔好將晚年嘅幸福壓在兄弟姊妹身上，情分有就珍惜，沒有都不必強求。我們可以保持善良，在力所能及嘅範圍裏面幫助手足，但一定要留有底線，唔可以一味犧牲自己成全他人。人的一生前半生為父母為仔女為家庭奔波勞碌，耗盡自己大半嘅精力成全身邊嘅親人，到咗後半生就一定要為自己而活，放下對兄弟姊妹過高嘅期待，唔好因為血緣就放棄自己嘅底線，用心守護好自己嘅身體，令自己遠離病痛，專注屬於自己嘅積蓄同房產，擁有獨立嘅經濟條件，修煉強大嘅內心，學會看淡人情得失，守住這三件至關重要嘅東西。就算身邊嘅兄弟姊妹慢慢走遠，就算晚年難免會有孤獨嘅時刻，你依然可以活得有底氣、有尊嚴、有快樂。人老之後慢慢就會領悟，血濃於水從來唔係晚年嘅依靠，自己先係自己最後嘅靠山。